敬德题目是务实求真的人生，请曾牧师。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愿享受平安的上帝，在这个时刻，将平安深深放在咱的心内。咱同心来祈祷。真理的神，活命的上帝，愿进入你的至圣所，伫圣殿的内底，阮敬拜你，恳求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互阮的心中充满圣神所带来，迄个活命的热情甲真光，祝福阮伫你的圣所，听见你真理的话，享受阮清气的心、正直的心，换新阮的活命。阮伫你的面前拍开阮的心门，敬拜你，恳求你。为阮的生命的改变，大大来做工。阮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求，阿门。务实求真的人生，这是一个足重要的态度。但是有当时咱无容易，因为咱生活伫一个真假，又个真抽象。又个真严肃、真真实，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生命是真是实在。愿天父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一心坚持讲诚实的话，一心坚持活伫真实的内底，这种的态度非常的重要。会改变咱，也会保护咱。所听兄弟姊妹，有的人心不安，是因为讲白贼；后来心都袂不安，因为已经习惯，互白贼已经吞食人判断是非真实，迄种的信仰的态度。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咱做爸爸妈妈的咱首先，伫天父上帝面前讲，甲我做清气的心，互我来面换心正直的心。因为咱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然后兄弟姊妹教咱的囡仔，对细汉都学习真实的态度。真是上界有力量、有气力的活命。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囡仔伫成长的过程中间。无迄种虚假的虚荣心，无迄个碰风的言语，因为咱的主耶稣讲是，就安那，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活伫真实的人有光明，活伫真实的人有愿望，活伫真实的人有平安，活伫真实的人就是甲圣神同在的人。因为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诚实，这是翻译。但是圣经的原文的意思是，上帝是灵，是神，敬拜伊的人爱用你内心迄个上帝所赏赐你迄个圣神，佮用什么？用诚实。诚实伊真正的字，其实就是真理。所以当咱咧讲阿门的时阵，袂使心内想讲哦安尼。但是甲上帝讲阿门，是就是是，咱若是一生保持这种的态度，迄个黑暗冤巧引诱就袂通吞食咱、伤害咱。这就是一种属灵的疫苗，务实求真，其实就是上帝的囝儿应该有的态度。但是若无人提醒咱，有时咱会无明、真假。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做基督徒，咱毋是一个真严肃甲过头，互人感觉格格不入，毋是。咱是伫咱的内心保持一个清气的心，讲主啊，我伫这个
充满这个世俗化的世代，我坚持我的一生要用主耶稣基督的保护甲伊的话做我信仰的立场，这就是我的立场，永远无妥协，无改变。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的教会是一个伫上帝的话顶悬来受造就的教会，包括恁的囡仔，主爱咱，指明咱的囡仔将来要行的道路。因为咱的上帝是安尼，甲咱指明一条真国活的路。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务实求真，脚踏实地。求天父上帝帮助咱。那你今仔日的圣经甲咱讲什么种的话？今仔日圣经有两段，一段是诗篇中间所甲咱讲的话，申命记。伊讲，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伊是上帝，伊是信实的上帝，伊是上帝，伊是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信实这个字叫做阿门。会记得翻译有当时咱感受袂到原文的犹太人因心内咧讲，伊是信实的上帝，意思就是讲，伊是阿门的上帝。这个信实的这个字，牧师我甲恁解说几摆过。伊一方面是阿门，一方面是叫做 Amen， 因为伊的字根就是真理。当咱咧讲是，这个时阵就是讲，我照真理的话，照上帝真理的律例，我伫上帝面前抬头挺胸讲 Yes。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今仔日用圣神帮助恁读这段圣经，递到咱伫咱的生命中间。圣经讲没有似是而非，无是甲毋是，意思就是灰色地带。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咧形容一种人，就是伊无立场的人，咱家叫做变色龙，有无？伫人的面前讲一种话，伫人的背后讲另外一种话，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圣经讲毋是，因为咱的主耶稣是阿门的，伫伊无迄种是，佮毋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这三段圣经顶悬，特别这是圣经中间咧讲到信息，信息是甚物？信息是真道，所以就旧约圣经叫做阿门。伫今仔日的哥林多书讲，伊就是信息的上帝，伊用 pistis， 就是真理真道。搁另外一个字伫约翰福音，伊讲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诚实，这个诚实是真理。阿雷西亚这个字，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来领受上帝通过这个话所甲咱讲，迄个生命的智慧。咱对上帝讲阿门的事，咱还会记得。你毋通想讲，你嘴讲上帝就互你骗去啊？你想上帝好骗无？无可能，因为上帝知这个囡仔咧甲我骗，但上帝微微啊笑讲：“哎呀，讲囡仔，你看毋知影我？你所有一切心思意念，我看清楚。”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兄弟姊妹，咱甲咱家的心讲，你着知天顶的上帝，伊的名叫做耶和华，伊是我的上帝，伊是信实的上帝。所以上帝是信实的，敬拜伊的人嘛爱做信实的人，同意吗？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咱毋是做礼拜的时阵有阿门，出去到社会就拢无阿门。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上帝的话内底。哥林多后书第1章18节，伊讲上帝是信实的，因为圣经的旧约是用希伯来语，圣经的新约是用希腊语，所以这个阿门伫圣经新约的中间有两种的翻译，会当翻作信息，同款的意思，但是有当时要翻作阿门。所以耶稣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恁若读到耶稣讲，我实实在在甲你讲。迄个字就是阿门，阿门，阿门。伫这个所在18节，伊翻译说上帝是信实的，伊甲伊翻做另外一个字，叫做真道，也是讲信心。
伫新约顶圣经的内底，将阿们翻做另外一个字，叫做真道。上帝真理的话，或者信，发信什么 ？pistis。无需要甲恁解说个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圣神的可靠。pistis 这个字就是亲像迄个矿泉水吼，迄个有迄个气泡的矿泉水，甲汽水共款。咱酒罐塔我讲足侪摆，比如酒罐塔拍开了后，伊安那储一个吼会清出来。上帝的圣神伫人的内心，上帝的话伫人的内心会当成做一个神圣的款面。这个字就是这个意思。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保罗讲：既然我讲道互恁听，我所讲的话无迄种似是而非。咱的白话字的翻译做无有是，阁毋是，会让互人听甲无啥啥，好亲就对，阁毋对。咱是基督徒，上帝是信实的，咱讲话就无讲迄种两面话，无讲迄种似是而非的话。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人生。约翰福音第4章，拄则牧师解说，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心神，用诚实。这个诚实这个字叫做阿雷西亚，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真理的意思。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下一日，虎父无犬子，你捌听过这个譬如无？上帝是信实的，所以囝儿嘛应该爱清气的心，信实的。所以兄弟姊妹，咱的生活就是代表上帝。无论去到什么所在，都互人因为咱的诚实来看见上帝的尊贵。求天父上帝记得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所以信息伫圣经中间有3种的意思。第一就是阿们。伫今仔日申命记这个所在是翻作阿曼，阿们阿曼其实是共字根共迄个字的意思。翻作新约的时阵，有时翻作 pistis，佮另外一个叫做 alesis，aleso， 伊的意思叫做诚实，但是嘛会当翻译做货真价实。现在你敢有受感动，要做货真价实的基督徒？阿们吗？恁有想要做货真价实100%的真正24K 的金吗？真实的基督徒吗？也即恁讲阿们时，你爱知影，爱付代价哦，毋免惊，迄个代价是荣耀的代价。所以咱免为着惊做真实的基督徒来惊讲，哦，主啊，安尼以后我都无讲白贼的机会，根本都无需要讲白贼。所以毋免烦恼，讲咱就无失去迄种真真假假的迄种生活的空间，毋免。因为真正真理向得自由，你捌听过这句话无？用圣神啊，伫什么所在？什么所在就得啥？得自由。活伫真理的人，伊海阔天空。迄种的自由，毋是钱买来，毋是用社会地位买来。迄种的自由，就是伊无搁再受到罪恶、欲望、情绪遐个搞怪的想法来搅扰。真正伫真理内底的人的自由，就是简单、透明、光明。求天父上帝将这个道理解说互你听，嘛通过恁、通过咱、通过我，咱解说互咱的囡仔听。愿天父上帝帮助这间教会是一个务实求真。愿天父上帝话早伫地，今仔伫地，将来嘛永远掌管，所以咱生命的脚踏实立足点。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生活伫这个真实个虚假的生命，咱明白一个真要紧的道理。有个人真爱我碰风，所以古早人有一句话，台湾话有一句话叫做“小贪啊啦”，两家人对不对？伊的意思就是捕风捉影啦。若爱碰风的人，伊过后安那，就亲像碰风的水鸡，太无肉。主帮助咱，虚假的人生其实是真空虚，搁再空虚。愿天父上帝帮助咱，
咱生活伫真实的中间，一直到咱人生的结束，咱要带着一个无遗憾的人生。因为上帝咱伫人生的中间，每一天拢活伫伊的真理，伫真实的内底，真实的喜乐，真实的愿望，真实的信心。求天父上帝帮助。什么人会当明白上帝的心？什么人会当明白真理所带来的好处？有的人一世人听讲道，但是无容易进到迄个真理最悬的荣耀的至圣所，因为无心。人若无因为敬畏上帝，心存诚实，就无法度体会真理的可贵。因为感觉讲，哎呀，不要紧啦，人生喊喊嘛尔。有的人去工厂做工课，头家甲伊讲，今仔日要蒸一支铁机，就是4米。但是伊都喊喊啊，伊连伊甲伊蒸4米2，连伊甲伊4米5，啊，真正的道拢袂合。人生中间有真多，就是因为咱感觉凊彩，真理会互咱求真。求真的影响会互咱的生命精致化。我再讲一摆，真理会互人追求实实在在的物件，也因为这种实实在在的物件，会互咱的生命内底有一种科学化的精神。迄个科学化的精神会互咱对每一项咱所意爱的代志，真精密、精致化。艺术家嘛是安尼。有的人讲，迄个人的迄个耳孔是绝对敏感，关键音伊一听走袂去，因为有一个绝对精密对声音的感受。有的人对色彩，有的人对迄个几何图形，每一个人文字无同款，但是咱对真实的物件，若有一种刻薄，咱的生命就会成做一个愈来愈科学化。其实应该讲，愈来愈真实的人生。呀，这你愿意了解这个真理带予你的好处吗？今仔牧师要甲恁讲2个祈祷。第一，咱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所以咱的生命爱学习，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第二，牧师要甲恁分享伫圣经内底咧讲起真理所带予人的好处。真理不但予人得到自由。真理不但予人得到平安，真理会予一个生命精致化、水无比。你爱吗？愿咱伫天父上帝面前，咱做伙来读圣经，也求圣神帮助咱，会当明白。所以愿咱今仔日个礼拜中间，大大细细，咱手牵手，咱甲上帝讲：上帝，我的家庭对今仔日开始，要是实实在在个实际。实际个实在，实在个实际，这什么意思？实在就是我所搭的这个脚，我的立足点，我的信用，那是是就是是，我绝对无搭我伫遐的错误的场所、错误的言论。求天父上帝帮助咱脚踏实地，求真求实，这是考核吗？是。但是这是一个观念，愿今仔日个礼拜，你将这个观念甲上帝讲，上帝求你教我，好好来想，什么叫做求真个实在？求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互咱对今仔日开始，哪来哪无讲白贼话？咱若无同意别人的时阵，咱毋要用遐应付的话，啊，虚虚假假，真真假假，啊，甲伊哪亲像妥协，又哪亲像咧甲伊消遣，毋免。咱若感觉无妥当的时阵，咱就保持安静。其实，迄个安静的中间，就是表示你的立场、你的想法、甲你的信心。求天父上帝帮助咱。那安尼，求真就是一种的态度。后来，这个态度会变做咱的品格，这个品格变做咱生命的光。一个人你毋免讲话，你的生命其实就会讲话。你敢同意？我真奇怪，我无讲话，我的生命就会讲话。有个人伊静静坐伫遐，
伊的眼神带有平安甲微笑，别人嘛知影伊即摆是心凉鼻土开足爽的，看到伊的时候，感觉这人好亲近。但是有个人无讲话，迄目睭就足煞的啊！人来讲啊，你是安解遮歹？无我都无讲话，较歹。但是咱的生命是会讲话，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学习正对一个上帝的敬持。所以第一个祈祷，为着咱的生命的改变来祈祷。我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所以敬拜伊。我的生命中间无应该有迄种的灰色地带。用牧师足困难，是伫人生中间真多，因为咱毋是生活伫迄个二分化、二元论的时代，是甲毋是分甲遮尔清楚，毋是。咱是生活伫一个能够渐进、渐成白甲乌的中间有一个灰色，然后最后就是乌甲看无。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咱慢慢了解圣经到底甲咱讲什么。愿咱伫伊的面前，咱来想即句话：上帝是神是啥物意思？上帝，伊是一个灵的体，伊是灵的质，但是伊为着要互人看会到，有时伊嘛会将伊的形象按人来显现。所以伫圣经中间讲，我看见上帝的笑容，我看见上帝面的阳光，我看见上帝用伊的面来按我。上帝是神，但是为着要互这个属世间肉体的咱，所以上帝有时会用伊的形象来出现。上帝是神，所以伊是灵，所以敬拜伊的人就爱用伊所互咱呢内心的圣神。咱这边是血气，这边是圣神，所以咱生活伫一个二合一。这是一方面有上帝的圣洁，一方面佫有人的血气，所以人有时会冲突，就是内底这两个力量，我的自我的力量甲上帝的力量，有当时会伫迄个中间产生对话甲谈判，所以咱心中会不安。但是哪有敬畏上帝的人，这边会愈来愈强，这边会愈来愈清楚。当这边愈勇壮的时阵，咱这个血气嘛会得自由。咱这个血气嘛会互咱内底这个神圣的灵，咱台湾人该称作良心啦。咱的良心若健康，咱这七情六欲就会互良心来管教，嘛会互良心来引带。求天父上帝的神帮助咱，因为上帝本身就是真理。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5章第7节，伊安尼讲，伊讲圣神就是真理，所以上帝就是真理本身。上帝是灵，伊的存在有可能用思想、用智慧、用最的一种方式。所以上帝就是咱一切真理的源头。所以愿天父上帝帮助，圣神帮助咱伫今仔日读这句话。申命记第7章第90的时，恁会记得信息的意思是阿们。所以咱伫生活中间，真侪时阵有心愿，所以当咱有心愿了后，咱就甲上帝讲：主啊，这是我所爱，主你互伊有的这个祝福，我嘛要爱有。所以咱就甲上帝讲阿们。所以每一摆咱咧读圣经内底的故事，迄个故事若有生命的转变。从咱的查经班咧讲起一个人叫做撒该，伊的生命转变。这个人和上帝、和主耶稣的听蒙着，伊180度完全生命的改变。我对细汉读到今仔日，常常读到这段的故事，但这摆查经班中间特别圣神帮助我去问，是什么种的力量，和一个人会当彻底上完全改变？以前伊的人生是为着钱来活，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听，互伊感受到一个 feel good， 就是讲，耶稣来到我的生命中间，我感觉心内有一种生命中间讲不出来。圣经讲欢欢喜喜，路加福音19章第6节，我感觉
欢欢喜这句话不足以形容撒该伊当时伊心内的快乐，应该讲莫大的喜乐。互伊甘愿把伊的财产拢分出去，世间有遮戆的人，伊一定有得到某一种的物件，是伊一生辛苦，这个金钱袂通满足伊的。牧师无意思看轻钱的重要，钱真重要。但犹太人的爸爸甲囡仔讲，钱真重要，但是袂使上过重要。安尼听有这句话无？钱事实上真重要。但是爱会晓用钱，你要赢过这个钱，你要管理这个钱，你要正确使用这个钱，你才会幸福。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信息的意思就是，咱对上帝荣耀，对上帝的良善，咱讲阿们。主帮助咱，所以信息的意思就是真理，信息的意思嘛就是活伫上帝真道的话。上帝所讲的话，都有应允，嘛都有宽免。我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讲：主求你不断对我讲话，主要用你的话来教示我，互我的生命哪来哪有智慧，我的生命哪来哪生活伫上帝你的话的光的内底。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上帝是一个袂讲碰风话的上帝。伊是信实的上帝，无讲假话，你相信吗？所以，既然咱伫圣经内底所读到、所渴慕，你会通大胆甲上帝讲：上帝，阿们。因为主要照安尼，伫咱的生命中间来成就。所以，愿天父上帝帮助。保罗讲：阮所讲的，阮所见证的。无迄种是个毋是，100%是货真价实。第三面所在，伫主耶稣基督内底，拢是阿们。所以圣经保罗阁说讲落去，伊安怎讲？伊讲伫耶稣的成就，伫耶稣的教示，伫耶稣所应允的 ，only yes， 英语是安尼翻译，只有是啦。阿们是这个意思。上帝，当我伫你的面前听到这个话，我相信我的主耶稣所带予我的，只有一项，就是 yes。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咱的生命中间，独独对上帝讲是，但是对世间黑暗的关系讲毋是。主帮助咱，因为上帝所应允的，无论偌济，这是今日圣经所予咱的。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上帝应允，无论大小，都要照安尼来成就。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伊讲，所以阿们也是对伊，伊的意思就是，这个阿们就是你当你对主耶稣讲阿们的时阵，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就是，伊就成就。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第一，永远拢是上帝讲 yes， 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伫信息的上帝的面前，咱爱锻炼咱家己，咱学习咱家己。对今仔日开始，伫大小事拢求真，讲真话，做真实的代志，行真实的道路。大小事。你若有意识着讲，今仔日我咧讲小可有碰风一点啊，你甲上帝讲啊，上帝难免啦，我是人嘛，主啊，求你怜悯帮助我，慢慢修正，到后来咱的生命迄个纯洁正直，就会愈来愈完全有上帝的样，上帝的形，有耶稣基督的旁边。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耶稣讲，恁所讲的。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搁落去。伊讲若加讲的咧，就出伫撒旦。意思是拄啊好，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人生。拄开始，咱有当时会多说一点点，就亲像夏娃，伊咧甲上帝 complain，
上帝讲：你较食迄粒善恶果，哦，解说一堆，啊，就明明你家己做决定。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咱是人，所以无容易。但是，若有圣神伫咱的内底，有当时迄个引诱，有当时迄个无小心，会因为圣神的帮助，咱就伫适当的保护中间，这个代志就无发生。这就是稳定。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第一个祈祷就是求圣神帮助咱活出上帝的话，脚踏实地，是就讲是。求天父上帝，互咱的灵魂内底没有那个模棱两可、真真假假的代志。常常换手祈祷，咱甲上帝讲：主啊，我将我的心交伫你的手中。主，我将我的心思意念，主，我将我的欲望，主，我将我的情绪，无数真爱将这个古早咱的信仰的前辈，迄个领袖咧讲，迄个罗基斯摩，就是咱的七情六欲。咱的内心的这个世界，这三项事，就是咱的欲望、咱的情绪，甲咱的心思意念。所以有时古早人因咧祈祷的时候，咱的信仰的前辈，因拢会有手会放伫无共款所在。我将我的心思意念交互你，我将我的情绪交互你，我将我的欲望换咱的目肚。因为目肚伫古早灵修，咱的信仰的前辈讲，目肚枵着要想要食物件。其实目肚的象征是什么？一切欲望甲需要，一切欲望甲需要所在。所以咱换手伫什么所在，迄个祈祷就阿门，实实在在，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教咱家己，咱先做一个求真求实的父母。咱的囡仔恁免甲教，我相信，因自然而然伫因的生命中间，因对价值观念的选择。就是因干那要爱真，因袂去追求迄个假。天父上帝帮助恁，帮助我，帮助咱众人，建立咱的家庭是一个真实的家庭。互咱的囡仔，因有这种的坚持。上帝的话就是我的立足点，上帝的话就是我的立场，上帝的话就是我一生活出来的价值观念。上帝是信实的，所以我活伫真的中间，我无讲假的话。求天父上帝帮助我，约束我的嘴，约束我的心。一旦无小心，若有时走进去，主啊，讲出的话亲像泼出的水。但是主你怜悯我，后摆帮助我，小心有能力，做真的代志，真实的，讲真实的话。行伫主所欢喜真理的道路，主帮助咱。第二，伫今仔日我要甲兄弟姊妹对圣经的中间来知影，追求真实的人有什么种的好？拄则牧师甲恁讲，求真的人，你若追求真实，慢慢就一种追求真的心会产生这种的影响，迄叫做科学化的思想。最后，你的生命会愈来愈精密、愈精致。我讲一个笑话，头家叫你蒸4米的铁鸡，伊家蒸4米半，头家讲你较安尼，伊讲较差不多啊。兄弟姊妹，今仔日的时代是奈米的时代，对无？莫讲4米甲4米半差偌济。今仔日你来看迄个晶片，30奈米甲3奈米，迄个精密度。咱无法度想象，因为咱毋是迄种遐尼精密科技的科技的人。但兄弟姊妹，一个追求真的态度，会影响出来子孙。我要甲恁讲一个故事。当一个人有敬畏上帝，心存诚实，追求真理，伊的生命要有改变。第16世纪，教会有一个真要紧的历史上的改变。叫做宗教改革。这宗教改革伫欧洲产生真侪国家信仰上的反省，其中特别有2个国家，伊伫反省的中间几百年持续，推动真侪的灵命更新，甲推动真侪信仰改革的运动。特别伫德国，伫17世纪、18世纪，
后来19世纪，因为追求一个叫做敬虔主义，因为敬畏上帝，所以因追求真理。伊讲我的真理不是一个道理，我的真理是一个生活，听有无？我的真理不是讲来听的道理，我的真理是用出来我的，甚至为了真理来死，我嘛无退让。这种的敬虔主义，兄弟姊妹，恁相信会影响德国吗？德国到20世纪是全世界上精致、上精密科技科学的国家，甚至有人讲，今仔日的苏联甲美国，因的太空科学甲因的科学会这样发达，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因掠到德国的科学家，提出两阵，一阵掠去苏联，一阵掠去美国。当然，这有一点点较夸张啦，但是这嘛有某一种的事实。因为美国甲苏联后来真侪科技，其实是照用到伫德国内底真侪伫19世纪、21世纪的科学的研究。我无要过度的解读这个部分，我要甲咱讲，求真确实伫历史上有留落真侪对子孙、对社会、对文明、对经济、对政治的影响。虽然今仔德国也不怎么样，虽然今仔英国也不怎么样，所以人无永远的，对吧？人无100%好，但是真理是永远的。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无法度追求到1000年后的代志，但是上起码，今仔日的我，要活伫上帝真光、真道、真理的内底，好冇？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来读这段圣经。我先讲结论：追求真理、活伫真理的人，第一，因要脚踏实地有平安；第二，因要行伫上帝的话语。你是我脚前的顶路上的光，因的人生要有光。第三，因要感觉，因的生命不是用钱来做衡量，因的生命是用某一种的特别的价值。因为真理互伊感觉，伊的生命中间本身就是一个价值。第四，伊会互这个人产生一种，互伊的本质更加精致，产生价值。昨我看一个电视的节目，伊咧讲起一个台湾的台商，伊原本伫美国做教授，后来倒来台湾家己创业，伊咧做一种叫做石墨烯。恁可能唔知有人捌听过石墨烯这个物件，石墨就是咱咧讲的火炭，照称斤的上界害，咱咧写字的乌墨，真侪，这叫做石墨。用石墨来提炼到最后内底有一种叫做石墨烯，迄个物件若放伫衫的内底，就算做纤维嘛会导电了哦。以前嘛，这个技术。卖伫全世界中间，迄个石墨变做一个真有特别价值的高科技产品内底所需要的，包括电池。电池要安怎？电池顶悬会当有更加大的充电、蓄电的功效，爱借用这种的物件。所以兄弟姊妹，我今仔毋是甲恁讲这个创业的这物件，但是我要甲恁分享的就是，真理本身所带来。会互人的生命有附加的价值，迄叫做阳光。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来读圣经。我读7句的圣经，互恁听。第一，哥林多前书第2章11节，踮伫咱内底的圣神会显明、准托、教咱明白上帝的事。所以，只有踮伫咱内底的圣神，互咱有智慧。咱会当明白人生，咱会当明白上帝是宇宙的真神，所以这是第一。上帝是神，上帝是真理。第二，上帝的话，互咱真侪清气性，意思就是100%转化迄个残渣。上帝互咱的生命中间真侪圣洁，所以上帝的真理互我真侪圣洁。约翰福音17章17节，
所以咱组织伫这个所在咧做礼拜的时阵，毋是干那听一个好听的演讲，有常识有知识，毋是。咱伫这个礼拜中间，应该是听到上帝圣神用实句搁实心的话来改变咱，互咱脱离虚假愚妄，进入上帝的真理的内底。第三，上帝的话真理会互人安稳自在，心平安。拄则我甲咱讲分享一个讲白册的人心安那心虚。活伫迄个白贼的世界的人，你有当时甲吐一个，伊就方向就毋知要安怎用，心虚，食都真不了啊！求天父上帝帮助咱，都只有诚实信息的人才有平安，有平安的人才有幸福。恁同意吗？主帮助咱，真理会互咱自由，无容易互欺骗。新人医院老师讲，台湾人好教，无好骗歹教。我毋知你有同意啊？全世界的人拢嘛安尼，好骗歹教，佮摕钱去拜托人甲咱骗，这叫做诈骗集团的缘起啦。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为着贪念，所以摕钱去拜托人甲咱骗。人就是人。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真理的中间有智慧、有自由。第四、第五、第四，上帝真理要正做咱脚前的顶路上的光。所以大卫安尼祈祷讲：主啊，求你用真理引导我，求你用真理来引导我。神的教育、神学教育，其实就是求真。所听兄弟姊妹，讲道嘛是求真。所以讲道就是互上帝的话家己讲话，讲道就是将上帝的话实实在在照着伊正确的意思来解说好当时的兄弟姊妹明白。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话中间受引带进入光明。所以圣神要引带咱进入这一切的真理。若无圣神的帮助，牧师无才调将上帝奥妙话来影响、摇动、感动恁。读牧师会当讲道，但是感动恁的是什么？是你内心的神。求天父上帝帮助咱讲会听的人，拢得到祝福。求天父上帝帮助。所以最后牧师用安尼做结束。上帝将你的囡仔出伫你的家庭，咱有一个责任，爱教咱的囡仔，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趁好你的囡仔细汉的时，要会当教，都爱帮助伊建立一个求真、求实这种脚踏实地的态度，好唔好？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互咱出好行顺，脚踏实地活出上帝的真道。咱同心来祈祷。主听阮祈祷，主怜悯帮助阮，求圣神亲着光进入我，进入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生命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